中國做咗一件事笑死而家印度嘅三哥啊！因為成個中國邊界完全冇見到人啊，印度三哥就開心死咯，一個人都冇喎。去拍下拍下，誒，原來見到咁樣嘅嘢喎。原來而家中國印度邊界已經唔用人咗啦，全部用晒機器人啊！三哥笑係笑咩嘢呢？睇得唔打得，好多呢啲都係羊蠢操控。所以三哥睇到，但係唔敢喐佢喎。接落嚟，當呢啲機器人越嚟越多嘅時候，你話三哥仲笑唔笑得出啫嗱？人肉同鐵打，永遠都冇得好打咯。所以我哋而家睇到中國嘅進步真係好緊要快。呢個地方嘅天氣好緊要惡頂㗎，佢可以去到-80幾度嘅啫冇。而家個羅波仲可以自己 charge 電換電池，你話24小時管理邊界都唔係問題啦。又唔需要驚嗰啲兵會病啊，啱冇？我相信第二代出嚟嘅時候，你啲印度三哥就笑唔出㗎咯。